我爹不见了。你爹？你爹没在我这儿，要不你去别的地方找找吧。姐姐，别睡了，大事不好了，姐姐。哎呀，阿西吧！我今日回到府上，发现我爹、我大哥、二哥、三哥几人都不见了。问家里的人，家里人说他们是一同出去了，却不知道去了哪里。走多久了？我3个月前和灵儿回府了一次，总管说我爹染了风寒，不便见人，当时也没多想，我就走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爹应该那个时候就已经走了。会不会是？你爹早已投靠了齐胜，现在也许正在北漠帮着齐胜打仗呢。我问你，你爹是怎么跟九王搞到一起的？就是我爹说想多认识一些我的朋友，便常常和我一起出席我跟九哥的活动，什么青楼啊、茶楼啊，他都去。他俩慢慢的也就熟了。呆子，你就九王这一个朋友吗？你爹这不明摆着要接近九王吗？姐姐，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九哥那儿又该怎么办呢？你先回去，我让灵儿回趟家，打探一下军中的状况。鹏鹏给皇祖母请安。起来吧，皇祖母，快进来坐。今天就不进去了，天天在房子里坐着，人都坐傻了。今天哀家要带着众嫔妃，咱们在院子里活动活动。可不是嘛，嫔妾想皇上想的，整日整夜都睡不着呢。是啊，嫔妾也是。这样也好，我们是应该高兴高兴。鹏鹏，你上次带我做的那个什么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是萝卜墩吧？对，咱们今天呀继续萝卜墩。绿萝卜墩，绿萝卜墩，绿萝卜墩完红萝卜墩。红萝卜墩，红萝卜墩，红萝卜墩完蓝萝卜墩。娘娘，到年了。哦，蓝萝卜墩，蓝萝卜墩，蓝萝卜墩完蓝萝卜墩。怎么回事啊？他怎么这样子呀？情况好像哎。蓝萝卜墩，蓝萝卜墩，蓝萝卜墩完蓝萝卜墩，蓝萝卜墩，蓝萝卜墩，蓝萝卜墩完蓝萝卜墩，蓝萝卜墩。鹏鹏，你总让自己蹲，这多没劲啊！是啊，是没意思啊，不让我是怕累着大家。哀家看你心不在焉的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没有，哪有什么心事啊？没有，来，再来，继续。蓝萝卜墩，蓝萝卜墩，蓝萝卜墩完粉萝卜墩，粉萝卜墩，粉萝卜墩，粉萝卜墩完红萝卜墩。红萝卜墩，红萝卜墩，红萝卜墩完蓝萝卜墩。蓝萝卜墩，蓝萝卜墩，蓝萝卜墩完蓝萝卜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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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蓝萝卜墩，蓝萝卜墩，怎么了呀？不知道。蓝萝卜墩，蓝萝卜墩，蓝萝卜墩，蓝萝卜墩完蓝萝卜墩，蓝萝卜墩，蓝萝卜墩，蓝萝卜墩完蓝萝卜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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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蓝萝卜墩。难道游戏规则改了吗？不知道哎，那跟他蹲嘛。蹲吧，蓝萝卜墩，蓝萝卜墩，蓝萝卜墩完。可是北漠传来的急报，原平西侯杨毅亲率10万大军，沿边关一线向西穿西湖草原，潜入北漠境内，又回旋深入北漠腹地。杨将军趁北漠军不备，连下几座重镇，已攻到了北漠都城上京之南，不足100里处。至此，出战告捷，太好了！皇上真是英明神武呀！娘娘，皇上又回来了！太好了！前几日的小规模突袭已经初显成效，现如今，鞑子们已经被我们搞得团团转，早已乱了阵脚。接下来，你们要提起精神，千万不可懈怠。臣弟认为，目前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次小规模的胜利，是时候和鞑子们打上一仗。届时由皇上您亲自坐镇，定会鼓舞士气，大胜而归。正面作战不是不可，只是臣以为现在时机还未到，我们还需要击溃北漠的各个战略要地，到时候我们再正面作战，才可谓是万无一失啊。
真想听听，你觉得现在与鞑子正面作战如何？正面作战，应该，但是，话虽然这么说啊，再考虑的周全些，再正面作战也不迟。那好，赵王听命，就由你来负责带兵，去拿下北漠都城附近的重镇。让我带兵，还重镇？我没听错吧？没错，就是你。还希望二哥不要辜负朕对你的期望。那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尔等若是没有什么意见，那就这么定了吧。是，皇上。来，九弟，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了。他派我去打仗，还不是让我去替他卖命？你大可放心，我是不会这么轻易被收买的。你在这儿说这个，你疯了？走。我还不是怕你因为这点事儿对我起了嫌隙，咱们一切照旧啊。你说的我都知道了，一会儿老地方见。皇上，您明知道赵王与九王已是狼狈为奸，蛇鼠一窝，又另有图谋，为何还对他委以重任？难道您就不怕他扰乱大局吗？杨将军，带兵打仗是一回事，读懂人又是另一回事。人是万物中最难懂的，而赵王这个人，朕自认为很了解他。皇上，此事事关重大，经不起任何闪失啊！打仗不仅仅要会用兵法，更要懂得用人之道。赵王从小与朕最为亲近，他是典型的嘴硬心软，重情重义。虽然外表愚钝，但心思比谁都细腻，做人又极其圆滑，更有一种别人都没有的智慧。朕相信，朕没有看错他。可是他，杨将军，你就不必再担心了。朕若是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是不会做此决定。你还要继续暗查军中的可疑人等，虽不知他们究竟以何种方式动手，但还是要暗中加以防备。是，皇上。杨玉将军一到这儿，摆明就是皇上的人，这摆明就是和咱们已经撕破了脸。这么看来，皇上他肯定早就知道了我们的行动。你动摇了？没有，我只是这么想的。齐胜他现在已经加强了戒备，我们的预谋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得手。所以今日我才要说与北漠正面作战，这样一来，齐胜必定会出战，而他一旦亲自出战，我们就有了下手的机会。哎呀，九弟，你糊涂呀！话这么说虽然是没错的，可是皇上亲征这一条千万不能是咱们说出来。你想，你这么一说出来，是不是给咱们招来嫌疑了？是我有些心急了，那咱们只能在军营里动手了。刚才你说齐胜会有所戒备，但是咱们能想到的，齐胜也能想到。正因为他知道咱们不敢轻举妄动，所以我们现在动手，正是最佳时机。啊？现在就动手？事不宜迟。那我呢？你要好好利用齐胜对你的信任。我已经有了一个万全之策。你说。我的办法就是，预先支走齐胜营帐周围的守卫，趁守卫懈怠之时，由你赵华带着死士们进入齐胜的营帐。我去？我万一露了馅了呢？那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必须要在他对你们怀疑之前进行刺杀，绝不给他求救的机会。成败在此一举，千万不要想尿。杨玉可能是皇上的人啊？那娘娘的计划岂不是皇上早就已经一清二楚了？好在最关键的那一环，只有我和九王知道。说来也好笑，我曾经还有些后悔。我害怕我对齐胜有什么误解，我怕我对他的做法太过残忍。现在看来，我所有的担心全部都是多余的。娘娘，您先别想太多，现在不是还没定论呢吗？是啊，到最后
是谁对谁下了毒手，现在还不好说。如今我该担心的人不是他，反而是我自己了。